一购物中心平常消费者很多，不过因为出现确诊者足迹，26号暂停营业1天。较真的暗号18518流行杂志的编辑，甲圆山饭店的吕总铺师做中南阿兄暗号18375有接触，目到101出席活动。新北市卫生局公布，伊过去这段时间，伫邦桥港翠一带、家乐福全家、全联、康士美、前都辉哥拢捌去过。他们看房的时间是在1月14号，可是到现在才发病。其实我们今天早上在讨论的时候，也是发现说，这不太对。有时候如果那天感染的话，不应该到1月24号才确诊，然后以为是感冒，然后医生还说，你可能是胃食道逆流，所以他一直都在看医生，可是他就是没有想要去裁剪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有症状先裁剪。台北市信义区也有几间百货公司拢中，宜兰大溪中营红红酒店团布链的暗号18521伫桃园上班，甲暗号18495拢头台北市某一间客店，伫1月17去过保利广场。统一百位用餐，晚八信义 A13、美丰信义，加新光三月社鸡。朋友里面呢，要有17个人去聚餐，17个人聚餐里面呢，有3个人去确诊，所以另外14个现在在通知居隔。较真正伫双北市拍走，即马相关的单位唔但爱做调查，嘛爱消毒，要阻止疫情继续传。你订阅华视新闻了吗？赶紧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还要到我们的脸书粉专按赞追踪哦。